这一次，难道你又想这样？嫂子，这次跟以前不一样，我真的感觉到挺惊讶的。说实话，我教那个叫小树的孩子，那个小树那孩子是一个挺积极乐观、挺开朗一孩子，但是这发到网上的诊断报告，不知道他怎么就得了抑郁症了。我也不确定他这个抑郁症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如果真是因为他得上了这个抑郁症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向他父母交代。这事儿到底该怎么办？我现在真的是……所以呀，你要去想办法，查清楚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小树到底是因为什么抑郁的？查，都过了这么多年了，你叫我怎么查呀？不是我不告诉你，确实患者的信息我们是要严格保密。你的这些问题呢，我建议你也直接问问当事人，比较合适。他愿意说的话，自然就告诉你了。是我也是这个意思，我就是想找到小树，当面问问他实际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这不没办法联系到他吗？那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，患者的隐私还要不要了？医生，我知道隐私很重要，我也不想去触碰任何人隐私。医院的规定就是规定啊，对对对，规定更重要，我明白。所以，我这不就想请你帮我这个小忙吗？抱歉，我真的不能帮你。哎，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，你听我说，医生，我给你看个视频，你看了这段视频，你就明白我所说的这个事情，对我和小树到底有多重要了。实际情况就是，我不知道这上面说的这些新闻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我也不知道小树是不是因为我才得了抑郁症。如果真是因为我希望我找到他，当面向他赔礼道歉。我不希望这些新闻给他带去很负面的影响。这样吧，如果你真要找他，你可以周六上午来医院转转。周六上午？啊，你的意思，他每周六上午都会到医院来做检查？你没听懂，我没办法了。啊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哎，谢谢医生，谢谢啊。有光啊，最近我们学校泳队的人才有点掉档了。你看邻省泳队发展的多迅猛啊，人才辈出啊，我们可不能掉队呀，要保持我们的优势啊。是，校长，您说这个我有感受。这2年，相邻几个省的游泳队发展，的确给咱们带来很大压力。那校长，您的意思？听说最近你在外边带一些孩子学游泳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好苗子给我们推荐推荐？哦，苗子倒是有，就是怎么的？有什么困难和想法，你尽管说。来，哎，起，哎，把水擦一下，怎么样？累不累？小鱼，你的努力很可能马上就要面临专业考验了啊！今天校长找到我了，
跟我提体校少年泳队推荐名额的事情，我当然最想让你去了。哎，梁教练，梁教练，哎，陈总，老梁，你刚才跟周瑜说的那个体校推荐名额的事儿，我想向你咨询一下。行，陈总你说。你也知道，我儿子跟你学了那么久，他的能力和速度也不差，你看能否跟周瑜一起推荐给泳队，让他也试试？行啊，没问题，举手之劳嘛。陈总，这段时间我借用你这个游泳池训练孩子游泳，时间也不短了，我都还没来得及好好感谢你呢。但是陈总，有句话我要先说在前面啊，孩子能不能进体校游泳队，那得看孩子自己真正的实力和最后选拔比赛的结果，不是我说了算的。这个还希望你能理解啊。那是当然，你能够推荐小树，我就感激不尽了。哎，这样，这段时间你的这个场地费我都给你全免了。哎呦，哎，陈总，别，哎，不能这样，这样我都不好意思了，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没事，应该的，你也帮了我忙了，我得谢谢你啊。哎，陈总，瞧你说哪儿去了？是你帮了我的忙，应该我谢谢你才对。行，什么都不说了，就这样定了，千万别忘记，就这么定了。行，好，放心吧。那陈总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再见啊。你慢走啊。哎，记得啊。好。你有没有问过梁教练这件事情？我会问的。现在舆论越来越大了，我觉得最好早点解决掉，不然影响也不好。你说，他要是还是像小时候那样，难道要再被停职一次吗？不要太担心。梁教练之前也经历过风波，我相信这一次也一定会处理好的。我是真不知道这件事跟光光有没有关系，但要是真的是因为我们导致的小树抑郁，我心里真的过意不去。没事的。哟，今天怎么这么早下训呢？小鱼，哎，怎么了？对我不满？我怎么了？这么大的事情你都可以选择不闻不问，那我也可以选择不说话。我怎么就不闻不问了？我现在正在调查这个事情，那难道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打个报告向你汇报一下？光光，我真的受不了人家在我们背后指指点点了。要是真的是因为你帮助了我而没有帮助到人家小树，那我们就是错了，我们就要出来道歉，天经地义。但要是没有，那你也出来澄清啊！周瑜，我告诉你，所有人都可以怀疑我，你不能。我被污蔑受贿那会儿，你是跟我同样经历了整个事情的，你心里最清楚。我们俩对于这件事情都很感到难过。现在居然又有人出来污蔑我，你怎么能不相信我呢？但是万一人家小树真的是因为我们得了抑郁症呢？我们不得出来帮助小树、关心小树吗？怎么让你澄清道歉就这么难呢？不难，一点都不难。问题是我现在出面澄清，会有人相信我吗？小树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？他是因为什么得了抑郁症？你知道吗？
我们都不知道，所以我才调查这个事情。在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情况下，我出面说这事情跟我没关系，跟此地无银三百两有什么区别？澄清，澄清，我也要拿到证据再澄清啊，这不更好吗？证据？事情都过了800年了，哪来的证据啊？光光，说白了，你就是在逃避问题，你就是不想负这个责。对，我逃避，我就不想负这个责任，我就是个没有责任心的人，你爱怎么认为怎么认为。你如果不想让我做你教练了，你就直说，正好我还可以休息会儿。有什么你倒是说啊！陈总，小树，你好，我是梁有光，梁教练。小时候在你爸爸的游泳馆里，我教过你游泳，还记得我吗？小树，你先进去。陈总，好多年不见了。是啊，梁教练，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。陈总，我之前跟你是有些误会，嗨，但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能彼此平静面对了，对吧？新闻报道我都看了，那些不是我们放上去的。我也很奇怪，小树的诊断报告怎么会被人放到了网上，还和以前的事情联系在了一起。你这次来找我们，应该是想让我们帮你澄清一下吧？哎，不是，陈总，你别误会，我来找你们，我主要是想看看小树现在是什么情况，怎么回事。我记得小树小时候是一个很活泼可爱的孩子，怎么突然就会得了？其实就算你不来找我们，我也会出面帮你澄清的，也为过去我做的那些事儿跟你道个歉。哟，陈总，你千万别这么说。哎呀，不存在。哎，陈总，咱们坐下聊。来，请走。小树得抑郁，也就最近2年的事儿。他成绩不好，升学压力大。我这个人你也知道，性子急，做事儿不讲章法，尤其对身边亲近的人也容易上火。有几次我可能是对小树说话语气重了，他呢越来越不开心。现在书也不读了。到医院来检查，医生说是中度抑郁，让我们马上接受治疗。我现在也很后悔，当初不应该这样逼他，也不至于让小树现在这样。校长，坐吧。校长，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有光啊，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是很清楚。有人举报你利用职位之便谋取私利，推荐周瑜
也是另有隐情。你好好想一想，问题出在哪里？陈总，什么叫我利用职务之便？我有什么职务啊？你做了什么，你心里清楚。我清楚什么？你说明白点儿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，我都看在眼里。周瑜天天在这训练，你就盯着他，让你带带我们家小树。你教他跟教周瑜完全不一样，就是在敷衍。周瑜他是什么水平，我心里清楚。我们家小树不比他差，凭什么周瑜能进，小树不能进？你倒好，怎么还有脸找我对峙？陈总，你说这话是没良心了吧？我教周瑜跟教你家小树是一样的，你自己明白。好了，你出去，不用你说。天天在这训练，你就盯着他，让你带带我们家小树。你教他跟教周瑜完全不一样。周瑜他是什么水平，我心里清楚。怎么了，光光？喂，小鱼啊，是这样的，小鱼，有人污蔑我，我就被停职了，他们还把你一起给除名了，我也不知道以后，小鱼，以后不管怎么样，你还是可以过来找我学习游泳的，只是这次的机会没有了。校方的立场我很清楚了，校长，我就想说一句话，我不后悔，我对我所做的一切都问心无愧，我只是替周瑜感到惋惜，这么好个苗子，因为我的事情受牵连，而最终没有进到体校。行，既然你们不相信我，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这教练，我不当了。哎，有光，你别这样，你听我说。陈总啊，每个父亲都是为自己孩子着想，为了孩子好，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可能就是你的方法有点不对。哎，那小树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？情况有没有好转呢？刘医生一直在给他治疗，这几年呢效果也比较显著。小树也没有那么痛苦了。啊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太好了，我也放心了。小树，都看好了。小树，别担心，你肯定会完全康复的，啊！等你好了以后，有空来找我，我再教你游泳，好不好？梁教练，谢谢你啊。小树，走，我们回去。再见啊！再见。梁教练，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树的父亲。
针对近期网上的事，我想和大家做一个说明。小树的抑郁症是最近2年因为升学压力大造成的。目前呢，他正在进行积极的治疗，健康状态良好。小树和梁有光教练相识于2012年，当时小树能够在梁有光教练的指导下学习游泳，小树呢是非常快乐的。梁有光教练是一位非常尽职和正直的教练，所以小树抑郁症和梁教练并没有直接关系。梁教练从来没有因为小树游泳能力好坏对他区别对待，梁教练更没有接受贿赂，完全是清白的。我希望我的视频能帮助梁教练摆脱舆论的困扰，也希望大家能够认清事实，不要被舆论误导。谢谢大家。梁教练，这2天网上的舆论没给你造成什么影响吧？我才帮你问到了校长那边的看法，但是好像小树爸爸已经澄清了，事情解决了。没事啊，能有多大事儿啊？你觉得我这个人会在乎那些流言蜚语吗？再说了，现在事情不都是已经明了了吗？所以你不用太替我担心了。您是我见过最优秀的教练，所以听到这个事，我还是很担心您的，怕您们学校又停职。需不需要我再帮您跟校长那边汇报现在的事态？没必要，一点必要都没有啊！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就过去吧。谢谢你的关心，网上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到真相了，这就够了。好的，教练。哎，干嘛呢？哦，浩哥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哎，周越、高峰，你又在这一惊一乍什么呢？哎，听说梁教练已经找到小树爸爸了，小树爸爸已经在网上澄清了，我们等下赶快去看一下。我总感觉如果澄清事情的视频热度不高，校长那边还是会为难梁教练的。哦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刚刚在门口听的，我自己亲耳听到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我就说怎么澄清了，大家气氛还这么压抑。那梁教练把主教练的位置让出去，岂不是亏了？放心吧，真相大白了，舆论自然会消散的。行了，既然都已经澄清了，就别再乱想了。我们先去换衣服吧。啊，行，走。莹莹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。没事。我跟你说，小树爸爸把视频发了，澄清了这件事儿，跟光光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真的啊？啊，你看我就说吧，这梁教练啊，肯定能把这件事情处理好。是我误会他了。你这个怎么回事？哦，我没事儿，我就是训练的时候不小心给弄伤了。真没事？啊。那个，我饿了。走，请你吃饭去。就等你这句话呢。光光，那天呢，是我误会你了，我向你道歉。我这个人大人有大量，能跟你这个小屁孩一般见识吗？这太小瞧我了。是我太没有礼貌了，我错了。不容易呀。我还不了解你呀，啊，能从你嘴里说出道歉这2个字，那已经是破天荒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道歉得有道歉的态度啊，酒道上啊。哎，忘了自己是什么身份了，还敢喝酒？又想明天训练纳到最后一名去？
就一口都不行，你只有看着我喝的份儿。喝水吧你。不去。嫂子，别弄了，菜够了，来吃吧。好，还有2个菜，马上好了啊。集合。在训练开始之前，我想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：我们队的周瑜、高峰已经被国家队召集试训了，他们明天就会出发去北京。如果能通过测试，他们就会留在国家队。其实我们体校的运动员都有这个机会进入国家队，都具备这个潜质，就看你们努不努力。梁教练呢说了一个好消息，我说一个坏消息。沈亮，最近为什么总是迟到？要给我说明白了。如果再有一次，下次你不用来了。还有啊，最近一些校外媒体主播通过各种方式混进咱们体校。一些队员也一直被镜头关注，还参加了商业活动。我希望大家还是要把心思放在训练上来，不要跑偏了。记住当下最重要的是什么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不已经要过了吗？在我和高峰被簇拥下，我注意到了胡景天和吴昊，我的2个好室友、好队友。瞥见他们失落的神情，我才意识到，真正的分离要来了。怎么了？你舍不得他们？是有一点。之前知道他们迟早要进国家队，但这一天真的来了，确实有点舍不得。只是因为这个吗？我承认我有那么一点点羡慕他们，没有他们那么有天赋，而且这个年纪才进一线队，每次接力赛呢，也都是我拖后腿。你这个年纪怎么了？你可是我们4个里面年龄最小。你看看我，进了国家队还会退回来。那不一样，浩哥，你是因为受伤，你等你伤好了，你肯定能再进国家队。别安慰我了，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啊。我其实也就你这么安慰我，我有时候觉得吧，我其实也没有那么适合游泳。哎，怎么能有这个想法呢？你是比赛型的，每次比赛都有长进，要对自己有信心。只要你肯努力，一定能进国家队的。我会帮你的。真的吗？当然了，相信我。那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回来了。怎么了？情绪不高，一想到你们俩明儿就走了，我就开心不起来。哎，又不是见不到了，搞这么悲伤干嘛？对啊，不是有微信吗？那走之前我有件事儿想拜托你，你能答应吗？我之前挺不好意思的，我怕你不开心。只要我能做到，我就答应你。真的吗？嗯。你说的，不会后悔？不后悔，你说吧。
我想睡一下你的床。加我一个。下来，下来。太会养生了，今天这辣菜都的有点味儿。多吃点。我就不吃这么多了。哎，吃点。白伯，你说高峰是你徒弟，周瑜是我徒弟，现在咱们两个人的徒弟都取得了好成绩，你开心吗？啊，当然开心啊！开心的，举杯呀，咱们祝贺一下咱们的徒弟啊！啊，来来，我提个议啊，我们所有人都举杯，一起祝贺一下周瑜和高峰，取得了这么优秀的成绩。明天他们俩就要踏上去国家队的征程了，我们在这里祝贺他们，同时也希望他们俩再接再厉，在国家队实运中取得更好成绩。来，干杯！来了啊，老郭，我的酒量不行。哎呀，你少喝点。难得这么开心，你看你喝的还这么藏着掖着。小鱼，哎，你少喝点。加油啊！加油！祝贺啊！你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，我真的非常开心。你小时候我就跟你说过，你在游泳这方面是很有天赋的，只要刻苦训练，你一定能取得非常好的成绩，你一定会成为我们省泳队最优秀的运动员。全都实现了。接下来要去国家队拼搏了。我就一句话：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。来，加油！少喝点。加油！哎呀，这个老骨啊，你看 ，Hello boy， 梁教练，你看你的教练，你看那教练都舍不得举个杯子祝贺你一下，那我就来祝贺你呗啊！我老梁呢，从来没有看错过人。高峰已经通过自己努力，成为了我们省泳队最优秀的游泳运动员。我也希望你到了国家队，努力去争取当国家队里面最优秀运动员。好嘞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来。等你拿了世界冠军以后，我再好好设一个大宴，给你庆功。这个菜不错，多吃点。哎，我得跟你们的谷教练得好好喝一口啊！哦，对了，我刚才忘了提醒你们俩一句话了。你们俩到了国家队呢，还是要小心点啊。国家队主教练就你爹，这个老高同志啊，他可没我这么宽容大度啊！啊，老梁，你的话有点多了，别给孩子们太大压力啊！有压力吗？哎，坐，你酒喝多了今天啊！哎呀，我不是给他们压力，我这是给他们打个预防针，我都是为他们好嘛，是不是？没那么复杂啊，到了国家队，按照国家队的规章制度进行训练就好了。今天呢是开心，不提那么多压力的事儿。来，周瑜，祝贺高峰，来，来，吃大点吃。啊，我出去一下，没事吧？不是了，你干几下了还没喝完？喝了。喝了半天了，赶紧吃一点啊！是，我一直吃着。高峰，怎么走了？教练，不吃了。不吃了。
先等会儿走，跟你聊一聊。一想到了国家队面对父亲就有压力，是不是？你父亲是严厉，但他带队从来都是公平公正的。那是对别人，对我他从来就没有满意过。那是你父亲望子成龙的心情，高峰你要理解。现在你到了国家队，他一定特别开心，放下包袱，重新做回自己，去面对你父亲。你东西带齐了吗？都带齐了，放心吧。啊，放心吧。国家队环境可好了，别送了啊。行了，就到这儿吧。多保重啊！加油！加油啊，景天！好好练。加油！一定！加油！加油！教练，好好珍惜这个机会啊！好练。一定的。梁教练，珍惜机会啊！好嘞。那我们走了。拜拜。过会儿等我啊，等我来找你们。加油啊！拜拜。拜拜。走吧，回去了。你先走吧。我不该跟你聊一聊。好。如果不是伤病，你现在的成就不会输给王启飞。古教练，别安慰我了，我自己的伤病我知道，一时半会儿好不了。就这样吧。倒是现在高峰和周瑜一走，队里有潜力又有经验的运动员不多了。你现在有什么想法？我觉得胡景天是个好苗子，好好培养，应该可以出成绩。他是联友光的队员，我倒很少关注他。那之后您可以多关注一下，我也会把经验和技巧传授给他。我觉得可以出成绩。怎么着，谋划着要当教练了？没有，这不是拿他先练练手吗？想当教练，路还长着呢。所以我要跟您多学习啊。你说，我们能留下来吗？你怎么了？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你不自信的样子。是不是有点紧张？以前没有追求，过一天算一天。现在就算是为了省队，我们也要留下来。等一下，你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，说的特别好。你要是把它录下来发给梁教练，他肯定开心坏了。你听我的，我们肯定能留下来，而且不止我们俩，景天和吴昊也会过来的。你信我吗？信。离别总是令人伤感的。我妈在我临走之前叮嘱了我许多，但我最希望她能保重好自己的身体，让我放心。冰冰忙于马术训练，我想我将会很思念她。我希望她也会想到我。莹莹有了一个去国外工作的机会，但她还在犹豫是否要去。吴昊因肩伤，还是继续待在省队。不过，他成了胡景天的第二教练。胡景天在吴昊的执教下长进了不少。
在这一段新的旅途即将开始的时刻，我思念着他们，思念着我曾经的身边人。环境还挺好的。像冬夜的灯，闪啊闪啊，把游子的归途照亮。是你的爱呀，沉默着啊，守着我的梦，而我的挽留无法阻挡你老去的时光。你像春天的风，吹呀吹呀，开花了冰封，像夏天的光，洒呀洒呀，照亮了我的故乡。是你的爱呀，沉默着啊，守着我的梦，而我的挽留无法阻挡你老去的时光。真大，大，是真的大。确实大。这国家队啊，不仅大，队员还厉害。厉害。加油吧！共勉。去那边看看。好。这雨真大。收拾吃饭。哟，你俩在这儿呢，我在国家队可是等你们很久了。怎么，还穿着省队的队服呢？看我这一身，是不是很帅啊？怎么又是你啊？啊？是不是非得等我们哪天赢？是不是非得等我们哪天赢了你之后，你才能消停点？也别哪天了，就明天，比一场。比就比。你说这高峰来了，咱们高教练是更关注高峰呢，还是黄一飞啊？谁成绩好，他关注谁呗。我觉得可能是周瑜，毕竟上次接力比赛啊，周瑜和王继飞打了个平手，这人是个潜力股啊。接力赛算什么？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。单项他不照样输给黄一飞？哎，够了啊！还说人呢？算了算了算了，我们吃饭。说什么？吃饭，我们吃饭。理他们干嘛呀？毕竟你们是新来的嘛，他们难免有些队员会八卦一下，但是你们别看他们这样，他们在专业能力上也是数一数二的。明天下午3点开始体能测试，你们3个今天晚上好好休息，做好准备。体能测试的成绩占总成绩的30%啊。吃饭吧。嗯。哎，浩哥，知道我叫你干嘛吗？你不会要加练我吧？我跟你说啊，加练运动员是犯法的。你放心，教练同意的。当然，你要是不想加练也行。走，我们吃饭去。哎，别，练。今天这一届的接力赛，你的目标应该是冠军。如果光靠我和周瑜还有高峰的话是不行的。正好在他们不在的日子里，你一定得……我一定突飞猛进，让他们刮目相看。这个态度可以。那你现在
是不是基础和频率在学周瑜啊？哦，你怎么知道？一看就看出来了，你的基础频率和周瑜一模一样。我是看周瑜最近进步挺快的，然后我心想，用相同办法能不能也进步得快？是，可是你没有周瑜手臂的长度，身体素质也没他好，一味学他只会退步。你要找到自己的频率和节奏，放心，我会帮你的。浩哥，有你真好。你先下去游给我看看，有你以前习惯的节奏和频率啊。好嘞。走。这次的测试项目包括垂直纵跳高度测试、30米冲刺跑计时、引体向上最大次数测试、身体躯干力量测试、3000米计时跑。进入国家队意味着你们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和荣耀，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好好努力，拿出你们最高的水平。对。怎么样？差一点。什么差一点？差点没达标。没达标啥意思？就是你想那个意思。哎，你耍我是吧？高教练，进来。高教练，测试成绩出来了啊，还是像往常一样取前4名吗？啊，这次刚得到消息，这次取前6，怎么样？有没有成绩特别好的？付鑫，他的游泳能力特别的出彩，但是他的体能可能有点差。他跟周瑜比，谁快啊？付鑫。周瑜失误了。前50米的时候，他的速度确实很快，但是后续的400米以及1500米的时候，明显的感到状态不佳。付鑫虽然跑步能力不行，但是他的1500米一直排在第2。高峰呢？高峰50米的时候因为失误晚跳了，要不然他的成绩不至于这样。他总是有理由，不是胃痉挛就是出意外。别的运动员怎么没这么多事儿？哎，这个严格好像已经是第3次拿第1了吧？严格这位运动员确实很优秀。这样，你把严格3次第1的成绩单给李局办公室送去，如果李局同意，
就把他收进来。可是，怎么了？高教练，您看，这是严格今年交上来的体检报告，报告显示他下腰畸形，骶骨隐裂症状明显。哎呦，哎呦，我的腰！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国家队这个训练强度还真是大了不少。我觉得主要是压力吧，大家都很强。你觉得咱俩能进吗？难说。不过我觉得我们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就好了。在这里没有谁强谁次，都是高手。这也是让我兴奋的点，可以跟他们争个你死我活。好想浩哥和景天啊，不知道他们现在在省队里干什么呢？高峰，我怎么觉得你不太喜欢国家队呢？我更喜欢待在省队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不管怎么训练，我都是千年老二啊，还是会被我爸数落。既然你都到这儿了，你不见一下你爸？我才不去呢！去干嘛啊？去被他骂呀！我不管是在枝江还是在这儿，我都只会被他骂。喂，爸。高峰，我以为你来了国家队会有点长进。我看了你的测试成绩，你现在怎么回事？怎么还越游越回去了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不努力，人家只会觉得你出现在国家队只是因为我。爸，你除了说这些，你还会说什么别的吗？我已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了，你为什么还要逼我？我逼你？我逼你什么了？让你好好游泳也是逼你啊！爸，我今天明确跟你说，这泳我不想游了。你说这什么话？啊？你不游泳可以，你还能干嘛啊？你好好看看周瑜的成绩，你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人家已经快追上王继飞了。而且我可以肯定的说，周瑜用不了多久，一定能超过王继飞。你呢？啊？你倒好，你的成绩反而没在省队里面好，还天天整些幺蛾子，各种借口说自己游不好，你这是懦弱。你说完了吗？你说完了，我说。爸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游泳不好跟你也有关系？我之所以跟你说不游了，所以我才可以在这里心平气和地跟你说这些。从小到大，你对我说过的话，你对我说话时的态度，你别说我是你儿子，你就算对着一只小狗，它也会伤心的，你懂吗？好，好，现在又都是我的错了啊！我难道时时刻刻都盯着你吗？你在省队的时候，我没来干扰你吧？那你拿出成绩来了吗？没有，你确实没有，因为你的存在跟你在哪完全没有关系。从小到大，你对我说过的话，无论是好是坏，每个字都刻在我心里。哪怕我不游泳了，哪怕我明天我出国，我找一个小镇我躲起来，我也还是躲不掉你，因为我总会想起我有个爸，他对我从来就没有满意过。不是，哎，高峰。
我跟我爸摊牌了，说出我不想游泳这句话。我现在感觉好轻松啊。当然是真的了，我不说假话。难道你不支持我？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支持我。我现在还在队里，你等我过几天出去，我们一起出去玩吧。行，你要玩什么我都可以陪你。好久没有去晒晒太阳了，什么事儿都不用干，真开心啊！当我和高峰在国家队试训的时候，景天和吴昊在省队也没有松懈，特别是景天。在吴昊的课外辅导下，游泳成绩有了显著的提高。倒是我，在和王继飞的比拼中，还是差了一点。周宇，可以啊，快追上我了。你猜我有没有让你啊？再努力，也许说不定哪天就能追上我了。你要是有事儿呢，你就说事儿；没事儿呢，就别来烦我。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你还可以，但我相信，以你的天赋，一定能游出更好的成绩。天赋？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学游泳吗？小时候，我看了一场你爸的比赛，当时我就被惊讶到了。我没有想到有人游泳竟然可以如此体现生命的张力和表现力。于是我就决定，我也要学游泳，走上赛场。反正你爸真的是个英雄。所以你才这么针对我？针对？准确来说，我是一直在关注你的。可能是我关注你的方式，让你感到不舒服罢了。我相信你有能力游出更好的成绩。毕竟，你是周全的儿子。周宇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看看你狼狈的样子。无聊。等等，才抢跳一次就受不了了？我没有想到你的抗压能力这么差。你之前不是还想赢我吗？就你这德行，你拿什么来赢我？享受和全身肌肉是同步的。你若不想再抢跳，就要找到这个感觉。那你也不用一直藏着呀。改天我们再游一次，我一定会赢你。可以啊，没问题。任何游泳技术上的问题，我们随时交流。
浩哥，咋样？稍微有一点点慢，但总成绩有长进。真的啊？真的，你自己看。行。哎，那，我问你个问题啊。说。你来一下。你看那个前面那个地方，我是不是得稍微慢一点，不要那么急？我觉得你到这里可以先不要慢，最后到边的时候不要慢，然后就可以在最后的时候准备好。哎，就你小子还想弄我？哎，我太远了吧你！